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赖清德万里的老厝一直互南北攻击，赖清德是强调这老厝平发规较早，啊那郭文德当地停车场争议也讲要去甲复原啊。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到位会愈来愈冷，拜四暗到拜五透早上介寒，啊那中部以北有机会落到9度尔尔。新竹有婴儿伫咧供婴中心互烧水烫着伤，规身躯超过50%的二度烧烫伤，目前家长要告社会处也未查。新闻一开始，咱来看总统大选的新闻。这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伫咧万里旧厝最近一直互南北镇压攻击。赖清德也表示，这炭区的老厝伫咧民国47年就有啊，52年抗击法才施行。这间厝伫咧法规就有的进程呢，已经是合法存在。那赖清德也批评讲，这好友记伫阳明山的学生宿舍和郭文德的农地变停车场。那这郭文德今日下晡是委托党内机关去甲农地打故事，讲会甲这点啊甲吐掉变转去农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万里的旧厝违建的风波，对手国民党甲民众党阵营是一直攻击。20无公开行程的赖清德下晡参加中常会，对着旧厝的争议作出说明。赖清德讲，旧厝伫民国47年就存在啊，因那民国52年抗疫法才实施，科学计划法是民国70年实施的，代表这个厝早伫法令规定进前就已经合法存在，先要申请保证停止合法的厝。几十年的公寮年久失修。自然需要修建，所以矿区的房子早在法令之前存在，应该是合法寄存的建筑，跟都市有法可循、违法加盖的违建概念截然不同。赖清德讲，偏远炭坑的这个旧厝，甲国民党好友谊阳明山规栋的学生宿舍，也个民众党郭文铁旧厝的违建，持有的农地做游览车停车场来比较，是无多做比较的。郭文铁是证实农地违规使用，要赶紧来消灭争议。按规定就必须要有一个告示。郭文铁赶紧找民众党议员李国忠协助，确认土地界线范围，达到时间的广告，最近就是时间。原本停摆游览车的农地就已经清空，要叫怪手甲淡马加路挖掉，回归农地使用。不过这阵也未看到机械立案。赶快先去申请了公文，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公告，就是希望在近日协调好那个大型机具进场的日期跟时程之后，我们要赶快先公告，让邻居知道，也要让周遭的业者晓得，就是在出入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个，我们这边也会注意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国民党好友谊是批评赖清德对着备案甲乌金以及正常的交接拢无回答，也搁再讲到重新启动服务，规两文放伫共钱拿，因为中国就是大卡拿，台湾爱甲中国全世界做朋友，绝对不能像民进党经济锁国啦，每一次都用意识形态啦。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对立跟冲突，所以民进党因为锁国断了9个国家的邦交，区域经济贸易嘛惊袂出来嘛，两岸也不对话，也不沟通。好友谊讲，台湾的区域经济贸易行袂出去，两岸无对话，造成新世界无法度甲国际接洽起来，强调绝对袂使亲像民进党经济锁国。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仔举办立委选举，也有政党，也有候选人的抽号码，各阵营派出不分区代表来抽。即摆确定，这民进党是抽到6号，国民党9号，民众党12号。2024大选就伫要到啊！中选会20进行立委选举，政党甲候选人抽口啊决定号码。民进党由副秘书长杨义山、甲无分区立委候选人林国琴、辛碧阳代表出席；国民党的部分由无分区排名第1的韩国瑜等人代表出席。也那民众党是黄珊珊代表出席。选对人，走对的路，支持拥抱民主进步党。我个人本身在社福界服务了30年，那一直在做儿少权益跟儿童安全，尤其是交通安全。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还路于民，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在有一个友善的交通环境。第11届无分区立委选举政党的号码抽口仔的结果出来啊！台湾基进是4号，民主进步党是6号，时代力量8号，国民党是9号，台湾民众党是12号，亲民党是14号，台湾团结联盟是16号。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届立委选举外界推估3党袂过半，若被内党伫咧立法院合作，
韩国瑜有机会甲黄珊珊争取做立法院正副院长，两个人提早伫中选会共台，伫投靠进前嘛有小借问。国民党政党票抽到第9号，我们非常高兴抽到第9号。这个易经最大的阳数是9。中华民国长长久久。今天台湾民众党抽到第12号，其次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很乐观的评估，我们希望都应该有双位数以上。韩市长是因为他在市政府的时候，我也跟他熟识所以我刚刚是说好久不见。无分区甲交际外国，国民立委选举，这一届拢总有16个政党参与，争取34席的无分区立委。只要政党得票率达到5%以上，就会当参与席次的分配。记者综合报道。这选举剩20多天尔，最近也才听到有人接受招待去到中国旅游，有境外势力介入的问题。最高检察署就相关单位定出5项共识，针对于中国招待的单位台湾发起人，这旅行团的团员敢有参选或者是这个浮选身份来设定标准。另外，检方调查了后，限制中华新东明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的总会长以5万块交保。设定这些相片拢是引起中国旅行的纪念。中华新东明文化经贸交流协会过去不时组团去中国旅游，即马煞标出10月份一场旅游行程，若像甲中国介入咱的选举有关系。对镜头比赞，伊是协会总会长罗文良，去互检调查出伊涉嫌招全国的会员去中国广东佚佗，6天5暝行程，干那爱出机票的钱，剩的食的、住的、甲交通费，全部拢是中国出的。检方10发发动搜查，约谈买20个人，先后姓罗的总会长以5万交保，其他的人请回。接受相关食宿的招待，游览车上面有宣导说要投票给某特定阵营之候选人，那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反渗透法等罪嫌。离明年年初的选举剩无偌济时间，最近一再标出咱国的民众去中国旅游，若像接受对方的招待，全台湾北中南各地，少连续有人去互约谈。最高检察署为着要理清中国的招待，敢有牵连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嘛邀请各机关就违法认定的标准来进行讨论。这些基层民选公务员赴陆旅游就有没有违法我们有的这个认定的参考指引的部分，我们达成了5项共识来供检察机关未来办案的参酌啦达成的共识包括中国接待机关、残疾，敢有涉及亲像统战部等等，中国官方甲附随组织，也若台湾的发起人、参加人，敢有参选甲复选的身份，出去佚佗的费用敢有退回，行程敢有符合行情，嘛是认定的重点之一。最后，村里长去中国旅游，招待期间甲选举的关联性，收的钱甲无正当的利益，主观敢会影响选举相关的认知。透过5大标准来判断个人的行为，敢有违反反渗透法等等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来到位，今仔日台湾平地上介低温度伫咧桃园观音只有13度尔。气象署下晡也针对湘北等11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各地头的这个气温是愈暗愈寒。这阵寒流会一直寒到拜6礼拜，上冷是拜4暗到拜5透早，中部以北可能只剩9度尔。啊，那1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今仔早起民众出门拢会穿厚外套，因为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来，各地温度明显下降，而且是愈寒愈冷。气象署针对台北加新北等县市发低温特报，20拜3开始受到寒流影响，各地天气拢正冷，容易有10度以下的低温。那这波寒流上冷的时间应该是21拜4暗时到22拜5的透早。21号的晚间到22号的清晨，台北这个地方的温度是有机会下降到10度左右的，因此我们预期这一波冷空气它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强度。因为在落雨方面，气象署讲，面风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等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是有零散雨。因为外界关心讲，这波寒流是不是会带来降雪？气象专家讲，温度计搁加上水气板，21日暗时到22透早，桃园以北1500公尺左右的太平山、拉拉山，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落冰花。15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
在15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是有机会下雪或下冰线。气象署讲，23拜六日时开始，这波寒流就会开始减弱。不过各地天气依然偏冷。24礼拜又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到时温度阁会降。所以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落南，民众出门时阵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寒流到位啊！这森林有真侪冷气瓶，赶紧打边啊炸风，甲这水果拢是落一个落啊，要防止寒害。气温啊也赶紧拍水入去，维持这个温度，要甲损害降到上低。 12月20日透早，气温甲前几天比较起来，加真寒，连风嘛有较透。森林种番麦的农民无用打网啊，就是希望这番麦莫因为大风或是低温来减收。台北几样搞吼，啊都长咧万花，啊生长期，啊你若无扭吼，台北几样落吼，伊风头伊完全吼无法度生长。 来到巴拉恒，森林的农民就讲，有寒流要来，趁寒流来到位进前，会当收的就先收，嘛赶紧甲较细粒的巴拉陆续加落啊，来避免寒害。损失咯，有时啊1、2成啦，啊若较严重的就3成左右啦。伊啊养起来时就一边会较黄，啊一边就青青，安尼卖起来价钱就足歹的。寒害同价是安尼。 也伫咧沿海地，勇士伫水车是继续咧运转，增加送水的量，嘛有勇士渔民拍井水，增加水温，就是惊温度无到10度。预防的水用较悬的啊，啊，不然就是无开钱水有够平啊。勇士业者表示讲，所落来天气会愈来愈寒，包括乌龟鱼、雪白鱼，拢是较袂当寒鱼啊。为着避免农渔损失，森林的农渔民拢叮当起来，就是希望甲寒害影响降到上低。记者森林报道。 苗栗泰安乡公所一带社区幸福巴士，今仔日伫咧金挂大桥附近的车路失去控制，弄到山壁，致使这巴士并车车顶4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这驾驶真有可能是因为食这感冒药啊，精神无好势，安尼来造成车祸的。事故发生了后，警消甲这受伤的司机，还有3个乘客送病院治疗，加在拢是侧伤尔，无生命危险。虽然司机有承认讲有食这感冒药啊，不过这事故原因需要调查。今年5月初10日，台中的刑富法民生爱国建案发生吊轨落落来，撼到台中捷运绿线的铁基路顶头，造成真严重的事故。这市政府甲建商讨2亿6千万的赔偿，已经汇入来了。不过，机关认为讲，这捷运的监控中心这功能无发挥，也有行政厅处等等也未处理。交通局表示讲，一切遵照运安会的调查结果来办理。 捷运轨道顶悬的隔音墙破空要伫哩，边仔建案的工地已经恢复施工。台中捷运今年5月弄到刑富法建案落落来铁铲 A， 造成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台中市交通局甲台中捷运公司甲建商讨赔2亿6千万，包括受到损伤的列车、隔音墙、甲机电系统等等的费用，目前已经汇入台中市的口座。19市议会召开事故调查专案小组的会议，李大认为讲，监控中心的功能不够。 事故到达无人负责，应该追究行政责任。中检是100%的关顾，所以议会的中检事故调查专案小组我们也要求说，应该要针对台中市政府及中检的责任，应该要追究行政责任。根据运安会调查，铁铲 A 落落轨道，到捷运的列车弄到，有43秒的时间会当应变。台中捷运公司虽然已经伫咧全线18个车头的月台增设紧急停车的开关，负责务人员、保全甲旅客，若发现有问题的时阵，会当主动列车出入车站。不过，专案小组的成员，也就是市议员刘淑洲认为讲，关键要是伫咧监控中心，敢会当即时发现有物件走入去轨道内底，而且采取专线停车。谁来按？谁去按？会不会按？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好，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也把焦点聚集在所谓行控中心，哪个站有问题，可能是前面先是有办法，你不能这个站它停，那其他站你还在运作，不可能事情嘛。依《运输事故调查法》第8条的规定，运输事故调查消息的发布，统一由运安会公布。为了避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以及调查方向，本府不做任何的揣测，将视运安会调查的结果据以办理。 目前市府甲建商进入仲裁阶段，2亿6千万会看结果，甲差价退倒转去。向那边数的部分，上报的人除了一个加拿大籍的旅客，还佫伫咧调解当中，剩的都已经达成和解。
现在运安会明年也会公布上尾调查报告。交通局强调讲，为着避免影响调查的方向，目前未做任何推测甲行政处分，会以调查的结果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有一个3个月大婴仔，伊伫咧顾婴中心，真有可能是这灵母无细力，甲烧水车倒害婴仔去烫着伤，规身躯超过50%以上的2度烧烫伤，抑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家属要求讲要调监视器来看，毋过业者说讲这监视器歹去啊，家属正想去报警察，要甲这业者告。目前这新竹市社会处已经介入调查了。规身躯红记肌瘤皮，包括阿妈棍、胸腔及只偏双手甲正骹拢有大面积烧烫伤。互爸母真毋甘，将相片抛上网，因为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12月19日，伫新竹某一间托婴中心互滚水烫伤，送医了后发现规身躯超过50%、2度烧烫伤。目前也伫南口中家加护病房治疗。托婴中心讲是人员泡牛奶车倒烧水，才造成受伤。老师就在配置这2位双胞胎的奶的过程中。不小心热水滑落，就洒在孩子的身上了。我们紧急处理，就是把孩子抱到我们的澡盆去泡饮用的凉水，泡了20-30分钟以上。虽然托婴中心表示愿意负担查甫婴仔医疗费用，也毋过当家属想要调决监视器画面，托婴中心说实讲监视器故障，家属不办报警，各对托育人员提出伤害告诉。新竹市社会处协报已经介入调查，警方也已经将监视器主机先查扣。社会处针对此一事件已经介入调查，并提供家长相关的协助。后续呢会调阅监视器的画面来厘清现场状况。社会处表示，若托婴中心托育人员确实有疏失，会以违反儿少法处新台币3万以上60万以下罚款。若情节严重，会命令因停办佮公布机构名称甲负责人的名。卫福部也表示，透过分段要求托婴中心存档监视器影像确实有必要。伫这类不当照顾事件发生的时，会当协助地方政府调查，真紧厘清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那婚龄表列伫家己大内，也有一间饲瓜场逼出禽流感，业者伫柜中发现讲有牛莫名其妙就死去，15主动通报了后，经过采检，19确定是感染到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这内面呢有12000只牛，县政府是总派人去解别掉啊。防检署也要提醒业者，这大鸟会来过冬是禽流感高风险的季节，所以业者就要提高警觉，这防疫措施也要做好执政。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甲捕杀了后的牛装地啊称重，家己大拿一间整牛场，业者15主动通报，这群地了牛不明原因死去，家己管农业处派人去调查，全场移动管制，采样检验了后，19确诊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检验报告昨日出炉，确诊为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随即在今天早上6点即派员前往扑杀，预计今日完成所有的扑杀以及消毒工作。围着的整牛场有12000只牛，20早起防治所人员到场进行全场扑杀消毒作业。那家己婚姻一间2鸡场，在家底就爆发入冬头一载 H5N1 禽流感。山内苗栗一间饲牛场也围着，农业部防检署提醒，禽流感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阵。台湾当然也是候鸟必经的路径嘛，所以我们每年在10月以后呢，会关注到禽流感的疫情，可能就是以往经验会比较多，很多县市都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发生，那是我们这掌控当中。这间家己的整牛场也伫继续扑杀清场，有加深夜才结束。防检署也提醒业者注意家禽状况，提高警觉，严加防范，并且落实场内防照设施，处理管制甲消毒者生物安全的做法，防范疫情发生也够摊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港63号码头发生一件这货船大锁断去的事件，这锁啊是去摔到岸边的工作人员，加在是脚受伤尔。目前运安会有请业者就要写海事报告，要调查是虾米款的原因，致使这大锁向断去。画面中，一个工人就徛伫岸边，绑伫船顶的一条大锁，煞向断去。工人随后锁啊拍卡倒伫涂骹，看起来真危险。这是这个月初9发生伫高雄63号码头意外。初步调查，这只要驶去台中港的货轮，可能是假锁啊机器故障，致使锁啊向断去。好佳在现场工人拿脚着伤。
遮准咧出工的时阵，咧做嘢的时阵吼，啊，迄个锁啊，唔知啥物原因，怎啊向断去啦，啊断去，啊，迄个锁啊吼，是先拍着迄个马头，拍着马头，再去弹转来。毋过，船顶的锁仔拢真粗勇，哪会向断去？高科大航运技术系副主任表示，为影片来看，大锁看起来是无问题，会断去上主要原因就是受力关系，加上大锁就是消磨品，只是工人挖离岸边收紧是真危险。伊后壁还有船啊，所以这条大锁一定要扭掉的，啊无伊拍倒车，船咧退后有可能啊被漂啊去弄伫后壁的船啊，所以这条锁会较大，食较大的力，总是真好加载就是。这个锁弹倒来，伊无直接去拍到人，是先拍到这个岩壁，啊，再个来跣到人，啊，所以相当来讲，这是已经减轻真大的这个伤害啊。因为发生大锁拍到工人以外，迄天海运公司并无通报，高雄港务中心第一时间嘛毋知影真正原因，目前运安会搁咧调查，已经请公司写海事报告，会要求业者来开会做检讨甲改善。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中国的甘肃发生大地震，已经超过130人死亡，也比到1000人受伤。当地发生这积雪现象，也就是这土骹压力伤过大，地势起来起去，或者土地沙向喷出来，也影响到救援的进度。目前当地是零下低温，对救灾或者是灾民来讲，拢是真大考验。消防人员呢正在携带搜救犬，对这个泥土覆盖的区域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因家厝起有土石流引起，敢若剩厝顶，救援队赶紧派怪手等等同型的机构开始挖。中国甘肃这座山关18半暝发生6.2级的地震，附近的青海省是算断了真严重，未少庄仔头发生水崩山。专家讲，这叫做沙涌的现象，也就是液化的沙受到压力，压起来地表，破坏力是真大。蒸完之后呢，我差不多10分钟之后到这个村子的，然后呢，已经呢这个泥浆呢已经是开始翻到这个地方了，感觉不可思议，从哪来的这么多泥土，我们也想不到。因为这土石粘性真强，而且数量是真大庞，增加救援的难度。到20早起为止，已经有131个人死亡，超过700个人受伤。目前甘肃、青海两省的车路大部分都已经会通，大部分的灾民拢生踮伫布棚内底，因为也是零下低温，安怎保持温暖嘛是安迪的重点。主要这个暖暖是真的不错，一天3顿吃饱。昨天晚上那个担惊受怕，那个外面那个有动物，搬进来就是心里面就舒服多了。现在甘肃省嘛发布救援需求的公告，灾区需要过冬的物资甲清真食品。低温嘛，地区救援的电量消磨了真紧。咱国政府嘛表达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目前中国也无提出支援的请求。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19以4比3做出历史性的判决，禁止前总统川参加科罗拉多州2024年总统初选，理由是禁止叛乱分子担任公职，也因为这川涉嫌煽动支持者伫咧2021年1月7日冲入去国会大楼。虽然这项禁令敢若会影响到川伫这个州的初选，不过若准是确定者，其他州的法院也会参考判决，到时阵有可能会真正影响到伊的初选。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第3条是伫南北内战了后所制定的，出发点是为着阻挡分离主义分子伫南方各州加入联邦了后，中反进程的政府集会。内容规定，任何捌宣誓支持宪法的人了后所参与作乱也是反叛，是袂当担任公职。全美国各地原因这条条文控告前总统川普的司法诉讼达到几10件。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却是第一个判原告胜诉。It is a roadmap in how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hich is novel in America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 insurrectionist president before, which is wh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re dealing with this. But I think people, when they look at the opinion, read it closely. It's 133 pages. It's quite long, but a careful look only makes it more persuasive.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7名法官拢是民主党州长所任命的。川普竞选阵营透过声明批评这项裁决有缺陷、高无民主，强调会尽速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时请求暂缓执行这项真无民主的决定。保守派伫联邦最高法院有6-3的绝对优势。那川普本人迄天伫爱荷华州，也就是明年1月。共和党初选的第一站的所在地，参加竞选造势活动的时，讲美国总统拜登对民主是一个威胁。It's no wonder crooked Joe Biden and the far-left lunatics are desperate to stop us by any means necessary. They are willing to violate the U.S. Constitution at levels never seen before in order to win this election. Joe Biden is a threat to democracy. 拜登竞选电竞阵营的代表无愿意对科州法院的裁决发表评论。美国媒体的转向问资深民主党人士所得到回答是：这项裁决对将国会暴乱事件定为叛乱的论点有帮助，另外也对展现拜登甲川普之间的真大差异有帮助。这是美国法院150年来头一摆使用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取消参选人资格，也不过裁决会暂缓执行到明年1月7日，以方便稳准上诉。2020大选，川普伫科州以13%的差距输给拜登。明年若也是提不到这一州的选举人票，对伊敢会当赢这大会也无任何影响。也不过，若是其他州的法院选举官员追随科州的脚步，也做出同款的决定，将川普排除伫变赢州的选票之外，安尼伊就无戏通啊唱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以下战争当中，加沙地区的民众要知影外界消息，毋是靠手机啊，是靠拉里奥，是因为当地已经无电，这手机啊也无法度充电，甲这过时食电池的拉里奥摕出来用。有业者表示讲，战争爆发了后的1礼拜内呢，这收音机就卖甲空空，本地一台是差不多台票200块，即马上无爱卖到500以上。迄个顶面摆真侪台收音机，其中几若台顶面也拢有影影，这看来真过时老旧电器，准确是加沙上界抢窃的货品之一。مو فيش كهرب فيش نت فيش اتصالات الناس تعرف اخبار بده يعرفوا وين المستهدفات بده تعرف اخبار فكل صار راديوهات 加沙互以色列围攻了后，无水、无粮食、无燃料，也无电。无电，手机、电视无法度使用，靠电池供电的收音机，诚做上界受欢迎的替代品。加沙民众想要知影外界发生什么代志，亲戚朋友是毋是平安，甚至以色列下一步要做啥物，拢爱靠收音机。这也互收音机的价销愈来愈贵。开战进前，一台收音机伫加沙卖大约是25社克尼，这下台票大约是200外块，准是起到一台超过台票500块。不过就算你手里有现金，也不一定买会到。مشكلة في الراديوهات وبطاريات برضه الراديوهات من بداية أول أسبوع في الحرب كله انتهى وكان عندنا احنا مخزن احنا عندنا جملة في المخزن كله انسحب في أول أسبوع كله يعني كان عندنا كمية كبيرة كله انتهى لدرجة المرجع اللي فيه عطل برضه راح انباع وصار البديل برضه لقيت بدل الراديوهات الجوالات والجوالات برضه لقيت في السوق انتهت 买无收音机，民众只好抢话，内底有即个收听广播功能的固定话。不过，若是连固定话拢无，想要得到消息的人，只有世界看世界找，看什么人的收音机也有电。在战争中辛苦生活者加沙民众，生活也被迫倒退，转来到旧时的状态。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洪雷教练罗志贤涉嫌吸收现有也个退役的军事官兵，替中国打探情报。顶个月被起诉了后，今头一届开庭，伊全部认罪，而且也甲共犯拢交出来，符合减刑要件。希望这法院就要改判较轻的。不过检方认定讲，伊伫咧台北树林有租一间厝，伫咧台湾发展基地。不过罗志贤说讲，这间厝和国家安全无关系，敢若讨论出国和主家伫咧使用。洪雷教练罗志贤涉嫌为钱做中共间谍，起诉咱现役加退役的军事官兵，替中共来学军情，大赚570万。顶个月被起诉了后，24头一摆开庭。行路警备车继续在伊即摆就提出庭，伫法庭顶面是全部认罪，更加直接甲提供资料的军人的公判拢会加出来，争取法院的减刑。另外也问伊讲，对方接头的人是啥物人？伊讲每一摆拢无同，是采用即个单线联络的方式。
也若被控伫台北市树林租一间厝来假做发电的基地。伊是讲，这间安全厝甲国安无关系，单纯只是用来讨论出国，也各有主家的所在。卷入这个共谍案，不知道说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小心。为什么你会提供自己的账户给鲁继贤使用？美伫的律师后壁，这4站的女子正做公案被告，检方认定由交户头借予鲁继贤收取中资的汇款，验过伊讲无清楚资金的来源，看到男朋友嘛有借这户头互人，也无问题，才得咧提供，坚持讲伊无挑工来帮助。即摆传唤到庭的也有一个海巡的4帮下属，也是被告之一，成立无翕会议的记录交予鲁继贤，前后摕到超过30万块。怎么会涉及国安法？整个案件，检方依照国安法来起诉涉案的10个人，包含4站的女子、伊男朋友、隔壁厅这人，拢是线内审理的对象。那真正甲个人的利益放伫国安之上，嘛爱为储备国家来负起应该有的定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若有空飘气球、军机、军舰也一直来，国防部侦测到军机8台、军舰3只伫咧台海附近活动。昨暝11点外呢，佫发现一粒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针对着这空飘气球事件，咱敢会甲伊拍落来咧？国军表示讲，若阵这气球飞入去咱的海峡空隙，就会随处理。中央的空飘气球连续3天扰乱台湾，新冠两岸的紧张局势。国防部伫咧20日发布。总共侦测强机8台次，强舰3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19含11点19，又个发现一粒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高度差不多是12000英尺，继续向东边飞，一直到透早2点才消息。针对中共利用台北季风，一直用成本正俗的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外界正关心国军的应变处理，是不是包括该拍落？那如果说这个部分已经试射到我们这个海空域的范围，那我们会适度的来调配兵力，来执行相关的不影响执行军事安全行动下，我们来做一个处置。明年总统大选，中共甲入选国的手法正多元，包括发动认知作战、制造假信息，也个伫咧台海进行军事行动。伫最近是毋是有增加的情形？国防部表示，拢有保持高度的警戒。目前掌握强军拢是维持常态性的活动，严国国军又会伫咧大选期间加强戒备。最近我们观察共军仍然执行常态性的这个战备警巡，保持对台湾的一个军事压力。国军会持续的掌握适切的应处。目前来看，就国防相关的错假讯息，并没有特别升高的一个趋势。为了要防止中共伫咧选后进一步威胁台湾，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感侦来掌握强军的动态，执行战备训练，国军会秉持行政中立，确保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某一间高中的教官伫108年的时阵，接到学生通报，讲有学生伫咧卖毒品，就去报警察啦，而且佫叫学生去甲尾改写出来，互警方当场抓人。不过教育部是认为讲，这教官用学生去写人出来，无看重学生的危险，一定该记2支小过。这教官是真不服，提出行政纠责。防制毒品入侵校园，教育单位甲警察单位加强联络。1806年年底开始，学校按照教育单位协助检警掠夺，溯源通报作业要点办理。1808年，桃园某一间高中的一个教官接到2个学生甲通报讲，有一个学生会伫迄天卖毒品。报警查了后，教官请通报的学生去现场等，了后卖毒的学生去互抓起来，法院裁定羁押。完全违反教育的理念啊，也违反保护这些孩子安全跟他个人秘密的一些做法。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讲，教官违反教育理念，互学生伫风险当中。国教署才会核定军训禁片花2支小过的建议，而且驳回这个教官的申诉甲诉愿。并不是因为他去报警而被处分，是用一个所谓像类似钓鱼的方式，把孩子放在一个最危险的情境当中。这部分也是翁姓教官之所以会核定这个行政记过处分的主要的原因。教官不服提行政诉讼，原底处分撤销，教育部提上诉。11月底，最高行政法院发回更审，长期做毒品防治退休教官表示，这个教官的做法也会当讨论。不过要点实施到达，通报的数量又阁有偌济？我这个黑数还是蛮多的，
因为有部分的学校态度是不是很好，他们会比较保守，可能也为了校誉、为了教育局的评鉴，也会隐瞒，不会主动的把这样事情做一些披露。要顾学校的名声，无愿意通报。这个退休的教官讲，学校的态度是真关键。学生若是念伊停学，念伊搁倒来读册，政治是搁较学掌握。要甲检警合作去抓毒品的来源，是搁较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越南移工伫台中一间公寓内面违法替人做美容手术，唔但甲人目睭挂灯唇，而且佫会当甲你注射美容片啊、显卡等等。这6年外赚了100多万。移民署依照药事法甲违反医师法，甲这名查某移工移送法办，确定判刑1年2个月。收东西啦，好不好？查出各种注射针，佮有来路不明的玻尿酸甲麻醉的药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来到台中市中区的一间公寓大楼内底，发现这个越南籍姓裴的4人移工，竟然伫这非法经营地下美容医疗的工作室。是什么东西？啊？打针的、哦？是要打什么的？要打在手的还是屁股的？这个是打屁股的哈，打屁股的针哦。姓裴移工原本是制作业的技术工人，7年前家己离开了后，就伫东协广场甲台中火车头附近的公寓，甲人做美容医疗。伊到网络买器材，替人客挂灯唇、修喙唇形、伫胸坎、尻川、鼻仔动手术，或者是注射消毒疗痕，再搁用比行情价1/3到1/5的价效来收费。透过面册顶社群媒体直播来比较手术前后的效果，吸引更较侪人客。为客人进行割双眼皮、修剪唇形、注射玻尿酸、丰胸、丰臀、隆鼻等多项医美行为，现场必查扣来源不明的玻尿酸、肉毒杆菌等各式手术用品，全案依违反医师法及药师法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移民署表示，这个移工做非法的美容医疗已经有6年，人客包含越南籍的同乡，各印尼籍的移工，拢总赚超过100万台票。台中专勤队今年9月抓到人了后，就依照违反医师法甲药事法罪嫌，移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最近甲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不法所得也全部没收。记者台中报道。现代人囝是愈生愈少，宠物却是愈饲愈多。台湾去年登记宠物的数量竟然超过婴儿出世。政府统计，即马甲宠物相关的经济已经有600亿咯。高雄有学校上准这个趋势，成立宠物经营区，也开100多万起专门的教室加水族馆，培养专业的人才。校园内底就亲像开一间宠物美容院，唔有宠物美容师、旅馆，阁有营洗身躯的所在。台湾宠物商机已经有600亿，高雄这间高职是上准市场的需求，来成立宠物经营科，因开100多万来打造3间宠物证照的教室，阁有1间水族馆。校校表示，因是南部头一间来成立宠物产业科系高职。1个月都会去固定美容，每周2。会有人去送他过去美容，应该会吧，就是有证照比较保险啊。最多的就是猫，第2个就是狗，第3个就是鱼。我们目前也是以这3种宠物作为我们学习的重点。根据农业部的资料，去年出世红婴仔才13万多人，狗仔、猫仔登记数数22万多只，来显示宠物产业人才需求增加，学生毕业就要考证照。这唔对宠物美容师的技术是一种肯定，对主人来讲，其实信任甲保障。经济这一块，未来的人才还需要很多。目前我们常常接到的都是找不到美容师，至少高达90%以上的店家绝对指明要台湾畜产协会 KCT 的这个证书，因为我们要求比较严格。国内饲宠物的家庭愈来愈多，主人拢将宠物来当做厝内底的人疼痛。李署长表示，宠物经营的出路是真快，包括水族的养殖人员、宠物美容师、营养师、兽医助理等等，拢因应未来宠物产业人才需求。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为了要对着国际减碳的脚步，台湾定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家环境研究院和中研院长期针对气候变迁的议题伫咧合作，也开发出真侪监测温室气体 PM2.5的器材。为了要整合这研究资源甲人才，双方签署 NOU， 希望讲未来研究成果呢，会当成做一个政策的参考。透过机器监测，就当知影空气内底有偌济二氧化碳，另外还有测温室气体甲 PM2.5的机器，这些拢是国家环境研究院和中研院合作开发的器材。为着要整合研究资源甲人才，双方伫20签署合作备忘录。净零排碳这个议题环境中央研究院一向呢，伫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已经有做久长的一个研究。那未来呢，阮甲这个中央研究院呢，对这方面的报告研究出来，会使互相啦来讨论看，那这有啥物可以会使个做较深入的探讨吼。国科院和中研院所来的研究合作，要扩大到净零排放、环境治理等等的议题，嘛通做未来政策的参考。为着要对着国际的脚步，台湾家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放入气候变迁因应法内底，而且明年开始要针对排碳大户扣碳费。但是根据台风险中心的调查，发现伫高碳排产业食头路的劳工，有50%的人无了解台湾的净零政策和产业转型的目标。如果它是一个电动运具的产业，这个它的修车的技术、修车厂这些都会影响。行刑的意识越薄弱的话，未来它遇到这个禁令的事件的时候，它没有做准备，到时候就会产生抗争。呼吁呢，这尽速的启动呢跨部会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协调的机制。这一点是这样子，我们常是希望说政府不要会修狗聊了，才去这个部会才紧张到原来这件事情跟我禁令有关系哈。民间团体甲学者拢提出警告，企业面对减碳转型的时，可能会拄到技术的变迁甲裁员，安尼劳工绝对会受到冲击。因建议政府就要成立气候社会基金，也是公正转型基金，协助劳工技术转型、转换头路、稳定生活和社会发展。嘛，希望总统候选人会当针对净零排放提出具体的政见。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桃园报道。台南的梅岭目前这梅花已经开3-4成，偏英国开过较早。梅岭协会是讲，可能是食物为着要适应天气所调整的结果。不过，想要看到满山片的梅花，可能要等到12月底，甚至是元旦。游客透早来到梅岭五龙步道，伫咧路边就会当看到规大片的云海，是真欢喜。而且伫咧梅岭上界出名的梅花嘛，已经提早开，白色配黄色的花伫咧风中海来海去，特别水。游客拢总停落来，赶紧摕手机内底相机出来记录美景。非常的美，好像人间仙境。我们好像走到玉山的顶点了。太开心了，又可以看到梅花，这么美的梅花。还没有很美，很美还要改天。对，再2个礼拜吧。目前伫咧海拔大约750公尺悬的所在，梅花已经开3-4成。今年比英国更较早开花，提早到12月中就开花。长期咧观察梅花的社区总干事柯宏文嘛讲，这是10外冬来头一届发生。可能这个有年的迄个干旱，甲迄个今年年初的干旱吼，互这个梅仔树，伊感觉就是伊自然机制调节啦，所以互伊提早开花。上好超12月底至1月初，然后来就是爱行有龙步道这抓，因遮有花梅仔园的专区。遮有几百公顷的梅仔花好看。柯宏文分析，可能是因为旧年甲今年年初的可旱，互食物自然来调整开花时间较提早，而且说落来天气嘛愈来愈寒，大约12月底到正月期间，梅花就会当开到8-9成。记者台南报道。东方美人茶有人叫做碰风茶，也该叫做烟仔茶，就是爱经过这小粒后弦烟仔加过了后，产生化学变化，这做出来茶味，才有迄款甘仔的水果香味。今年新竹北部的碰风茶采收期水期较高，烟仔数量减少，这茶味产量也平英国搁较少。不过农民是讲，加在这品质影响无大。茶园内面，农民当咧甲天气拼时间。要在上好的时阵采收茶叶，因若要做出东方美人茶，就要先互烟仔加过。毋过今年受气候影响，水分较高，
婴仔数量比往年少，把影响东方比邻地的收成。气候关系，最近像我们这边的气候，现在比较尾巴，冬天比较冷，成长不快，所以今年茶叶量没很多了，那品质还不错了。所以量比往年少了多少？这个少了一成。虽然东方比邻地产量比过去减1成左右，不过茶农讲加在品质无受影响。现在茶农目前拄到上困难的所在，主要就是找无工人来斗三工。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采茶工人确实是不足，那所以往往会看到我们的价格相当的高，也就是因为目前的采茶工人真的是非常不好请。新竹北部是东方比邻地主要的产地，北部乡农会20号下晡把举办比赛。报价大家安怎拣好茶？外观我们看它的均匀不均匀度啦。第一个要比较均匀，还有最主要还是要泡出来喝啦。它的口感符合你的蜜香或果香吗？这个挑选的范围啦。虽然讲今年上来比赛茶米比起过去有略略减少，不过农会指出，这几年茶米的外包装以及品质拢有提升，也希望请少年人来啉茶。希望予台湾的好茶会当加入无共世代。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南满岛的安业国小最近成功转型，这学生数量是愈来愈多。不过校舍建筑却超过使用年限，学校按算伫明年3月要甲21间教室登记。不过这校园内面有真侪100年的老树，要安怎呢？校长讲，这老树是校友和学校真重要的回忆，一定会全部保留落来。教室内底壁倒有壁岩的现象，古来落雨影响上课。安业国小起到单建筑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学校提教育部经费买重建校舍。不过校园内有20丛100年老树，甚至有3丛互市府列管。为了校园的完整性，兼顾校友囡仔时的回忆，校长决心将每一丛树仔保留落来。消息一传出来，在地居民赞声支持。不管偌大的风雨，也是啥物搁较大的迄种阻碍，伊拢有法度通徛伫遮，会希望讲遮的树仔吼，咱会当家己吼，咱家保留。我所有的树啊，老树的部分，你一定要帮我全部保留起来。我的校舍，我希望我的校舍起好了，校友若转来校安业国小来看环境的时候，伊个会使看到伊细汉时伫安业国小读册迄个树啊，拢会使保留着。校园除了树啊真有特色，甚至外口空地啊，竟然阁有古早式的铁基路。校长指出，这座汤铁日本时代就有啊，因为汤叶渐渐稀微，地属这个地爬荒真久，落尾都发局出手来整顿，后80公尺长的古汤铁重现风华，嘛正做学校课程的外教材。这铁基路以前阮细汉时阵吼，拢栽甘蔗，吼啊，阮拢会去抽，啊，做好耍的。啊，即卖学校搁中间吼，搁有用这铁基路，互我有迄个回忆，吼，爱当家囡仔来遮安尼欣赏安尼。10当前，其实这间学校的学生连40个人都无，把面临开校，学校拼细找出家己的特色。即摆学生有150人，也毋忘保留100年老树，打造上自然的校园，培养囡仔关心环境甲生态。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台湾一年会当用大概是40亿个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杯啊。为了要配合中央塑胶减量的政策，彰化县按算明年元旦开始，县内饮料店袂当搁再使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杯啊，违规者上当会罚6000块。台湾手持茶叶商机大，但是一人一杯饮料却出现大量的塑胶垃圾。为了配合中央塑胶减量的政策，彰化县按明年1月初1开始，县内饮料店袂当搁使用一届性的塑胶杯仔。有业者表示，伊嘛愿意配合塑胶减量的政策，毋过认为主管机关宣传无够，互因根本袂负欢迎。在程序上有点就是宣导不足，然后导致我们这些业者就是觉得说我们会措手不及。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有点就是交往两难，一个叫成本上的考量，一个叫销售上那边的那些制作那些杯子销售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彰化县环保局表示，中央2022年就已经公告一届性塑胶杯仔限制使用的相关规定，嘛有伫今年4月召开说明会，甲相关业者讨论评估塑胶杯仔库存，建议政策实施的时间。今年的4月份开始，咱就针对咱县内
业者有千几间的业者，咱都去做通知、去做巡检、去甲劝导，啊，嘛有经过一寡报纸啦或者广播，哦，甲阮网络，啊，甲我嘛有拜托公所。 等于说各方面来做相关的宣导。目前彰化县内计共有1030间的饮料店，环保局伫9月初有寄公文加宣传单予业者，希望大家明年度开始配合政策的实施。若违规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单，嘛呼吁消费者杯饮料会当家己炸杯啊，毋若环保阁省钱。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 今年12月，伫咧芬兰的拉普兰亚旦老龄村，这是上届济观光景条一个月。今年当地机场是平英国增加13条特别航线，替当地增加4-5万的观光景条。不过，以下冲突之下，今年巴黎斯坦西化的社区碧利行有9回取消亚旦庆祝活动，希望这信徒大家做回来祈祷，或者咧加沙渡过难关。 飞轮机豆豆降落走道边啊，即些所在有一名亚旦老人，打向着飞轮机一手拍招呼。每一当12月上我经芬兰拉普兰区的亚旦老人村的机场，拢会出现大批观光景条。在各个新冠疫情解封了后，今年阁比过去增加13条特别的航线。 There is a huge increase in our flight routes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so it's over 100%, meaning that we have about 24 direct flight connections so far. It's going to bring, of course, a big amount of independent travelers and also the ones that taking part in the group tours. 去年到当地机场的游客人数达到16万人，营收超过4亿欧元。今年如果增加航线，会予游客人数比过去增加4万到5万人。如果未来5档的营收卖增加到6亿欧元，等于是超过台票205亿。第一大人赶去芬兰过节的同时阵，欧美各地的指导嘛赶伫节日进前寄礼物清单予亚旦老人，予伫在地邮局内底做事的精灵，逐工拢会当收到差不多3万张批，比赛做整理加分。 有情人甚至是收到乌克兰的儿童写的批，看完批了后，甲儿童同款，望战争结束，世界和平。 And here is Diana writing to Santa Claus that, "Hello Santa Claus, I am Diana. I'm 10 years old,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a bag made of beads. And even more, I wanted the war to end." 伫同款伫战争内底迎接亚旦节的，阁有巴勒斯坦西华城市伯利恒，为了声援加沙，伯利恒的福音路德教会决定取消庆祝亚旦的活动，佮伫教堂内部布置一个区域，放细长的树仔，佮装甲石头，佮代表耶稣的红个红仔，提醒教导加沙暂时面对的战争现实，毋望透过教导的基督力量，互加沙赶紧渡过困难。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寒流来到位，天气寒死死，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注意。吉人到新竹对10度到13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18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1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19度，澎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